以前以為買磚頭實賺，買樓可以3代無憂，今時今日連身家過百億，平時幾咁風光嘅內房大地產商，都俾銀行無情清算，直接強行抄家。觀塘海濱道嗰種好標誌性嘅甲級商廈綠景 Neo， 無啦啦俾銀行委任會計師樓全面接管，成棟樓直接凍結，準備拍賣。呢個震撼彈一炸出嚟，成個中環同金廣深嘅地產圈都震晒。但係呢單涉及55億港元貸款嘅接管案，其實只係冰山一角。喺我哋睇唔到嘅背後，全香港各大銀行嘅神秘部門特殊資產管理部，亦即係傳聞中嘅拆彈隊，已經全線擴編，悄悄進場。全港而家最頂尖、最冷酷嘅嗰200個拆彈專家手起刀落，正喺度清算緊高達2000億港元嘅商業地產壞賬。當全港嘅商業地產進入大劈價時代，當銀行寧願打折4成、5成都要瘋狂訂貨，背後到底有啲乜嘢不為人知嘅底層邏輯？呢場由2000億壞賬引爆嘅金融風暴，又會點樣一步步蔓延到普通人身上？我哋每個月辛辛苦苦供緊嗰層樓，到底仲保唔保得住？今次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場風暴背後最血腥嘅底層運作，同埋我哋每個人都必須學識嘅保命法則。要講清楚綠景 Neo 點解會被接管，我哋首先要明白乜嘢叫做強行接管。好多人以為一間公司要破產清盤先會俾人收走資產，錯啦。喺商業貸款嘅世界入面，有一樣好恐怖嘅權力，叫做銀團抵押品接管權。綠景地產喺2017年，即係地產市道最瘋狂、最頂峰嘅時候，文匯德豐用咗高達90億港元買入呢個觀塘海濱道嘅項目。當時佢哋向中銀香港等銀行借咗一筆高達55億港元嘅巨額銀團貸款。本來大家都以為九龍東會變成第2個核心商業區，點知2019年落成之後，撞正疫情，跟住又寫字樓市場大退潮。到咗2025年底，綠景其實已經撐得好辛苦，放盤開價60億港元，想賣咗幢樓去填債，但根本無人接貨。結果去到2026年初，銀行見你份業績預計2025年要大蝕97億人民幣，清盤呈請又搞到拉拉扯扯，銀行嘅風險管理機制就自動亮起紅燈。銀行唔會同你講感情，佢哋直接行使債權人權利，委任咗羅兵咸永道做接管人，手起刀落，成幢綠景 Neo 嘅經營權、收租權甚至業權，一夜之間全部被剝奪。好多人睇到呢度會問，點解銀行唔等業主慢慢賣？開價60億無人買，咁咪減到55億咯，總會有人要啩？點解要行到接管呢一步，將件家醜揚晒出去？呢度就要拆解銀行內部最神秘、最少人知嘅核心部門——特殊資產管理部。行內人叫佢哋做監管死神或者拆彈隊。平時借錢俾你，同你稱兄道弟，請你食飯、開紅酒嗰個叫做客戶經理，即係 RM。但只要你公司一出現債務違約或者抵押品價值跌穿安全線，你嘅檔案就會立刻由 RM 手上被移交到呢個特殊資產管理部。呢個部門嘅人從來唔需要同你講客氣，佢哋嘅 KPI 亦即係工作指標只有一個，喺最短時間之內幫銀行回收最多嘅現金，將不良貸款率降到最低。有內部消息透露，由2024年開始，香港各大銀行好似東亞銀行、大華銀行、中銀同恒生呢個特殊資產管理部嘅人手全部翻倍。點解要瘋狂請人？因為目前積壓喺香港銀行體系內嘅困境貸款宗數，比幾年前翻咗超過1倍。估計成個香港商業地產市場潛在嘅爛賬、壞賬規模高達2000億港元。呢班200人左右嘅拆彈專家，佢哋接手之後嘅底層邏輯同普通人想寫字樓升值嘅邏輯完全相反。普通業主想唔蝕本，所以寧願死守放盤慢慢磨，但拆彈隊嘅邏輯係時間就是金錢。佢哋知道市場只會越嚟越衰，遲1秒訂貨，銀行收返嘅錢就越少，所以佢哋最常見嘅做法就是引進第一流嘅外資行，好似第一太平、戴維斯或者高力國際，直接將盡物業以現狀招標出售。呢種招標
通常都係跳樓價。點解？因為接管人出售物業，佢哋不需要賺錢，佢哋只需要融資額能夠冚返銀行筆貸款就得。例如原本值90億嘅樓，只要能賣到50幾億，夠填中銀筆數，拆彈隊就會毫不猶豫一錘定音賣出去。你可能會話，內房大佬、地產大亨俾人收樓大劈價，關我普通小市民，關我供緊陳屍樓咩事啊？佢哋死佢哋嘅事啦。如果你係咁諗，咁你就太天真，太低估金融風暴嘅火燒連環船效應啦。商業地產嘅大劈價會通過3個致命嘅管道直接燒到我哋每個人身上。第一個管道叫做估值崩塌與連環觸發。喺物業市場入面，所有物業嘅估值都是睇鄰近成交價嘅。綠景 Neo 有56萬幾平方尺嘅樓面，如果佢被接管，人以4折、5折嘅震撼價賤賣，成個九龍東甚至全香港嘅甲級商廈估值就會立刻集體被拉低。之前長期集團喺紅磡嗰幢寫字樓原本估值70億港元，結果被接管之後，2024年被香港都會大學用26億5千萬港元執死雞買咗，足足打了個3-7折。當呢種跳樓價成交一出現，銀行嘅風控電腦系統就會立刻重新計算全香港所有商業項目，甚至係住宅項目嘅資產價值。如果有一間本地發展商，佢用手頭上嘅商廈做抵押，借咗錢，原本銀行覺得好安全，但因為綠景 Neo 或者長期商廈嘅賤賣，導致佢中樓嘅估值一夕之間跌咗40%，咁會發生咩事？銀行就會立刻打電話俾呢個老闆，要求佢喺48小時之內補幾億甚至幾十億嘅差價。呢個就係大家聽知識變嘅 call loan， 即係提早收回貸款。當全港嘅地產大亨都俾人 call loan， 不計成本咁賣資產套現嘅時候，市場上嘅資金就會被全線抽乾，本地老牌家族、大業主都要劈價賣樓救命嘅時候，你覺得普通住宅市場頂得住嗎？第二個管道係直接影響到銀行對普通人嘅按揭態度。銀行唔係開善堂嘅，佢哋喺商業地產嗰度蝕咗2000億嘅壞賬，或者有2000億嘅資金被凍結咗喺度，銀行嘅資金成本就會大幅上升。為了填補商業貸款嘅巨大窟窿，銀行一定會喺其他地方行手，即係收緊放貸。過去2年，大家有冇有發現，普通人買二手樓想申請按揭，銀行變得幾咁嚴格，審查幾多文件，批核時間拉到幾咁長，甚至連回贈都減到接近0。這就是因為銀行的拆彈隊喺出面日夜開火，搞到成間銀行的風險胃口大變。銀行一邊喺大老闆身上收唔返錢，一邊對住普通小市民供樓按揭、私人貸款、公司物業貸款進行全方位嘅審查。一旦你層樓嘅價值跌穿了某個防線，或者你嘅入息證明有一絲不穩定，銀行一樣會毫不留情咁對普通人收水。第3個管道就是經濟實體嘅骨牌效應。你要知道，寫字樓、商廈唔單止係一棟建築物，它承載嘅係成千上萬間公司企業嘅總部。當一幢商廈被接管，業權大亂，裏面嘅租務管理、維修保養、配套服務全部會陷入停頓或者混亂。更深層次嘅係，當這些大集團因為債務爆煲而被拆彈隊清算，佢哋旗下嘅附屬公司、工程分判商、廣告公司、清潔公司、餐飲供應商，全部都會收唔到尾數。一間大內房倒下，背後可能係幾百間本地中小企跟住清盤，幾百間中小企清盤，換來嘅就是寫字樓空置率進一步飆升，打工仔被裁員減薪。當你連份工都隨時不保嘅時候，你個人嘅資產，你供緊嗰層樓，仲談何安全？面對呢場2000億壞賬風暴引爆嘅大劈價海嘯，作為普通人、普通中產或者中小企老闆，我哋到底要點樣做先可以避開被巨浪吞噬？以下呢幾條鐵律就是大家喺呢個殘酷時代嘅保命法則。保命法則第1條，絕對千萬不要高估自己資產嘅流動性，現金永遠是爺爺。喺地產市道好嘅時候，個個都覺得磚頭係銀紙，隨時可以變現。但綠景 Neo 嘅例子話俾我哋聽，當風暴嚟到嘅時候，
一棟價值幾十億嘅甲級商廈，放盤放足大半年，連一個肯出價嘅買家都找不到，這就叫有價無市。好多普通人手頭上有兩三層樓，自以為身家過千萬，資產好豐厚，但你要明白，物業喺危機之中係最難變現嘅資產。如果你手頭上嘅現金只夠供幾個月樓，而你預期自己可以隨時賣樓救急，你最後一定會被銀行逼到死胡同。喺未來的日子入面，你必須保持極高比例嘅流動資金，無論係放喺定期存款，定係高信用評級嘅短期債券。總之，要確保隨時可以攞到出來時，如果屋企或者公司突然有乜嘢突發開支，或者收入大減，你要有足夠支撐至少1年甚至2年生活開支嘅純現金。記住，喺大劈價時代，邊個手上有現金，邊個就係最後嘅贏家；邊個身上只有重資產而冇現金，邊個就會被拆彈隊第一個送上斷頭台。保命法則第2條。立刻優化你嘅債務結構，主動降槓桿，絕對唔好同銀行賭氣。好多中小企老闆或者擁有多套物業嘅投資者，習慣咗以前借銀行錢生錢嘅模式，用 A 物業抵押借錢買 B 物業，再用 B 物業加按套現做生意。喺息口低、樓市升嘅時候，呢種做法可以令你身家暴漲。但喺而家商業地產大劈價、銀行瘋狂拆彈嘅年代，呢種叫連環船結構，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事，銀行一 call loan， 你成個帝國就會好似紙牌屋一樣，幾天之內全部倒塌。你而家要做嘅係，趁住銀行未曳你之前，主動去檢視自己嘅所有貸款。如果有啲物業嘅按揭成數好高，而你手頭上剛好有啲閒錢，唔該你立刻去還咗部分本金，主動將按揭成數降下來。點解？因為你要留一個安全緩衝墊俾自己。假設你層樓原本值1000萬，你借咗800萬，按揭成數係8成。當樓價跌2成嘅時候，你就立刻變成了負資產，銀行嘅風控系統就會注意到你。但如果你主動還到得返500萬貸款，就算樓價跌3成、4成，你依然安全。銀行的拆彈隊根本懶得理你。同時，如果收到銀行的任何信件或者電話，詢問你關於資產或者收入嘅近況，千萬不要採取敵對或者逃避嘅態度。你要明白，銀行特殊資產管理部嘅人最討厭嘅就是聯絡唔到、不合作嘅客。只要你表現出合作、有誠意，甚至主動提出重組方案，佢哋通常都願意俾時間你，因為佢哋嘅最終目的係收返錢，而唔係想多一件繁複嘅接管官司。保命法則第3條，戒絕抄底心態，零落空，莫買錯。看見綠景、Neo 呢啲咁靚嘅頂級甲廈都打折出售，看見出面咁多商業地產、鋪位、豪宅大劈價，好多有少少閒錢嘅人就會開始心癢癢，覺得話平咗咁多，係咪百年一遇嘅入市良機啊？而家唔買，幾時買啊？我想好嚴肅咁警告大家，千萬不要盲目去抄底。商業地產嘅崩潰背後反映嘅係整個經濟結構、商務模式同埋資金流向嘅根本性改變。寫字樓空置率高企，是因為網上辦公、企業縮減規模、外資撤離等結構性因素。呢啲因素唔係1年、2年就可以扭轉嘅。你以為你買到嘅係便宜貨，但分分鐘你買到嘅係一個吸金黑洞。你買入之後，可能面對嘅係長年累月租唔出去，但每個月管理費、差餉、地租、銀行利息照樣要俾，現金流被活生生榨乾。就算是普通住宅市場都係一樣。喺銀行2000億壞賬未完全清理完畢，拆彈隊未收兵之前，市場嘅底部根本無人知喺邊度。每一次你覺得已經跌到底嘅時候，接管人甩客訂貨嘅跳樓價成交就會刷新你嘅認知。所以寧願將資金放喺安全有利息嘅地方，靜觀其變，都絕對不要貿然衝入去接跌緊嘅飛刀。落空了，你最多只是賺少咗，但如果買錯了，被套牢了，你連翻身嘅本錢都會輸埋。綠景 Neo 嘅大廈依然矗立喺觀塘海濱，但它名牌上面嘅主人已經悄然改變。呢個世界最殘酷嘅地方在於，當時代嘅巨輪剪過嚟嘅時候，他甚至連一聲招呼都唔會同你打，
由中環寫字樓頂層那200個拆彈專家所主導嘅清算海嘯，正在一步一步咁向住全港嘅每一個角落蔓延。商業地產嘅大劈價，不單止係地產大佬嘅局，更是一場考驗全港市民金融智慧同埋風險承受能力嘅生死考驗。在這場2000億壞賬風暴之中，真正嘅保命法則，從來都不是追求賺幾多錢，而係睇下邊個能夠喺巨浪過去之後，依然可以安全咁企喺度，收緊槓桿，手握現金，保持清醒，不盲目跟風。只有做到呢幾點，你先可以喺呢個驚濤駭浪嘅時代入面，保護好你辛辛苦苦累積落嚟嘅財富，保住你同屋企人嘅安穩生活。風暴已經嚟到，大家保重。